Pelosi 伫今日下晡2:40的时阵，甲监察院长陈菊，也有前中国兵运人士乌尔凯斯，进前伫中国去防掠去关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德，也有香港东路湾册店头家林荣基等人，做伙来到景美的真权园区参访。因也表示讲，伫过程当中讨论到真侪真权议题。 车队为媒体头前晒过美国众议院议长 Pelosi 车衫下晡2:40去到景美人权园区内底，不过伫伊到进前就已经有抗议团体伫现场等待。带走。最近的参访人士有监察院长陈菊、立法院人权委员会秘书长，也就是进前中国律师事件的学生领袖吴志凯希，也有进前和中国关押的台湾 NGO 工作者李明德、香港东路湾册店头家林荣基等等。因表示 ，Pelosi 参因讨论真侪人权议题，跟我们进行了非常热烈的，也很深入的，在这么短短的时间之内，跟我们谈到的话题包括维吾尔，包括 这个香港，包括这个中国的民主运动等等，中国大陆啦，一个人权的问题。那这一期他也邀请一些中国大陆的维权人士过来台湾，过来这次会议。比方台湾这一块的李明杰嘛，对吗？那还有一些是西藏的一个代表人也在现场。当然还有一些是台湾的 NGO 呢。吴志凯希表示，进前李明德和中国关押，台湾民间发动国际救援 ，Pelosi 要斗3工真济。这5年对我案子的救援，我们其实来就是感谢他。李明哲是一人权工作者，被中共绑架，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呢，要成立必须是 Pelosi 100%的帮忙。 Pelosi 代表团伫景美人权园区内底停留2点多钟，到5点左右才离开。台湾人权 NGO 认为 ，Pelosi 参访人权园区的行动，唔但对台湾人权推动有意义，甚至对亚洲地区的人权推动立场也是真重大的指标。记者郭文祥、新北报道。